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而家係2025年12月8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今日美股個市可以話係等消息格局，喺歷史高位附近窄幅上落，三大指數表現分得好開。道指同標普500都跌咗，分別跌0.45%同0.35%。至於科技股為主嘅納指就硬淨啲，跌0.14%，算係守住陣腳。整體嚟講，個市好似按兵不動咁，因為所有目光都聚焦喺聽晚星期三凌晨嘅美聯儲議息結果同主席鮑威爾嘅講話度。市場幾乎一致預期會減息1/4厘，個概率高達近90%，所以氣氛都算係審慎之中帶啲樂觀。點解大家咁有信心會減息呢？咁就要講翻上星期尾出爐嘅通脹數據啦。核心 PCE 物價指數嘅按年升幅係2.8%，比預期仲要好少少。加上密歇根大學嘅消費者通脹預期亦都回落緊，種種跡象都顯示通脹繼續向2%嘅目標靠攏。呢啲數據就係市場最想見到嘅軟着陸劇本，亦都為聯儲局減息鋪定條路。所以對利率敏感嘅科技股同半導體板塊今日都相對有支持，好似即將公布業績嘅博通 AVGO， 股價升咗2.78%，繼續保持強勢。不過市場唔係冇擔憂嘅。有分析就指，今次聯儲局內部嘅意見分歧可能幾明顯，話唔定會有唔少委員反對減息。所以鮑威爾喺記者會上點樣解釋政策同預告明年條路點行，就會變得好關鍵。任何鷹派嘅暗示或者對減息路徑嘅不確定性，都有可能觸發一輪獲利回吐。畢竟個市已經喺咁高嘅位置啦。講到板塊，今日撐住個市嘅主要係半導體同科技硬件。反而消費板塊就內部分化，平價折扣零售企得幾穩，但一啲高價品牌股就有調整。個股方面就有隻明星股不得不提，就係研發減肥藥嘅石迪生物 GPCR。佢哋公布咗中期臨床試驗嘅積極結果，話可以減到11.3%體重。消息刺激股價一度暴升超過102.49%，盤中仲要多次觸發熔斷，真係相當誇張。展望聽日，個市嘅命運好大程度交咗俾聯儲局。投資者除咗要聽清楚減唔減之外，更要落足耳力聽鮑威爾對未來經濟同利率嘅展望。另外，業績期仲未完，聽日同後日輪到甲骨文、奧多比同埋之前提過嘅博通同開市客 Cost 派成績表，都可能為相關股份帶嚟波動。喺重大消息公布前，個市好大機會繼續維持呢種觀望嘅牛皮格局，大家要綁好安全帶，準備迎接波動啦。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投資或法律建議。